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日，旧历的5月19，礼拜5。24节气，今仔日来到夏至。今仔日日上长，暝上短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夏至风台就出世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梅雨期就要收束，就要进入风台期了。所以农民朋友都要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提早做好风台的准备，才会当甲对农作物的伤害降到上低。好，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是台湾史上的第3届，各有航空业大罢工。中营航空劳资协商破局，昨下晡4点开始来罢工。国际线有79班取消，大约15000个旅客受到影响。早起的桃园机场是乱哄哄，旅客不满、袂爽、埋怨。中营的股票嘛受到影响，早起一个开盘就落2.5%。出国访问的交通部长林佳龙只好提早回台，明仔载透早5点就会到台湾。中营的总经理讲，伊要来提出非法罢工的告诉。桃园机场的中营柜台前一透早人就非常多，虽然明早班机被取消，不过也是来机场看是不是有机会转坐其他的班机。我们也讨论了一下，就决定说，我们还是依照原定计划到这边来。那我们就看怎么样去转飞。所以我等一下会去跟他们谈，那确定哪些学生可以先分批过去，那我们就分批过去。也没办法，就只能等。但我们昨天也以为今天还是可以顺利的，对，但现在也没办法。有台海游学团25个人要去东南亚11天，又按照计划到机场。另外，伫高雄国际机场，嘛有旅客班机被取消，是另外开钱买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，才会当出发。应该提早告知吧，这样我们也有心理准备。要不然前一天讲，然后隔天就想说要出发了，所以也来不及做一些准备啊，这样。罢工第1天取消20个航班，今仔日全台搁再取消79个，影响15000名旅客。中央航空罢工嘛，连带影响也估计，以落2.5%开出。交通部长林佳龙伫早消息了后，嘛马上取消出访的后续行程，对贝里斯搭机回台，预计拜六透早5点9，会亲自坐镇指挥，希望将罢工伤害降到上低。